毛和盾的集合。Dompup nyamdip. 同学们，你们好，我们又见面了。欢迎收看《快乐汉藏语》。我们先来复习一下上节课所学的内容。老主座，今年老大了几把干数个，但俺自己老的很经验，头妈的老的公民弄的脑下就这些。下用舌头，舌头，借借药材，药材，没借没借收藏，收藏，伢草伢草。人参是名贵的药材，人参是名贵的药材。Garbo YouTube 呢，人动切为没这些样。Garbo YouTube 呢，人动切为没这些样。同学们，我们在生活当中经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。那么，谁善于把别人的长处学过来，集中在自己的身上去解决那些各种各样的问题，谁就会是胜利者。今天我们学完这堂课的内容，你们就会明白这个道理了。老主座，对阵草原呢，那点咱们拿出些车就越来越。没参加些那样，人家从啥点老不用些呢？让你这那点得到他这些些呢，没得了家卡同意着。但是俺这老头的用啥子？这次连点点过去着。面子啥吧？紧张，真是。乌龟，日本，进攻，pargol，后退是为了更好的进攻。吃手些吧呢，pargol 用到下去样。嘉玲，你知道矛和盾的集合这个故事吗？那座，去东北娘在这里当就得过一娘。不知道呀，你快给我讲一讲吧。过嘛牛啊，最近俺篮球吧学懂。好吧，一天，发明家手持矛和盾与朋友比赛。当发明家在难以招架、紧张危急时，他突然产生了一个想法。呀，的那年啊，年去了啥对比，东拍的中呢，主播等人的去吧的。人是啥对比老没给为个是，去老不得他是先这吧的。什么想法？你快说呀！他就这吧的，最近就吧学懂。他为了保护自己，由盾想到了做一个铁屋子。去让人送上学去，拍了的呢，这康巴是来就真吧的呀。但是老是像乌龟那样缩在铁屋子里也不行吧？是的，那用18洞站着，交控弄这你的呢，小鸡嘛的哦。是，为了进攻，由毛想到了在铁屋子开一个炮口。尤为重要的是，想到了进攻才是办法这个硬道理。是，怕过些于觉得，弄了的呢，交控得了，就当心不就真吧的。这把的怕过些呢，大不是家卡连特别年路都没得真吧的呀。好了，同学们，看完了这段情景动画，你们知道这些词语的含义是什么吗？
呀，老主座，个人的做了大家姐，却这个民间的那个高等现象。他念这些。紧张这个词儿有4种解释，这里是指紧迫、激烈的意思。真怎么呢？真心新家节约能把那些。乌龟是一种爬行动物，身体比较扁，长圆形的背部有黑色的暗纹儿。它的4肢有爪，指尖有蹼，生活在河流、湖泊当中，以植物、小鱼、小虾为食。日本呢，亚尼东东尼个的古黑月景，我那公立节古黑农啦更特别，去年所瞧些样。同学们，了解了今天所学的新词语、新句子，现在让我们共同来读一读吧。老主座，这个民间沙巴的呢，老中些杂技，大家今年的经典啊。伦敦下雨，紧张，紧张，真次，真次，乌龟，乌龟，日本，日本，进攻，进攻，爬gol爬gol后退是为了更好的进攻，后退是为了更好的进攻。小小些吧呢，爬gol用到下去样，小小些吧呢，爬gol用到下去样。片子节目节哇。老主错，别人个民间沙巴呢很爱选，大概就话你做一切错了就去练着的。我个他年道理，这次就把的公园咋个，切去上路咋动你练就。呀，老主错，切去来用大把的工人。A， 这次要想练这上。同学们，让我们来复习一下今天所学的新词语。老主座，大家就这里路边他年沙巴的到下用这些。紧张，紧张，紧张，乌龟，乌龟，乌龟，进攻，进攻，进攻。同学们，今天我们学了一些新词语，让我们来共同书写一下吧。这里我记他年沙巴个用的，大家今年的禁止一打啊。真次。日本，爬golf，同学们，今天的课就上到这儿，再见。老主座，这里个老千的年长下来人打的木鸡。